平凡的乡村，有着不平凡的生活。今天又是晴空万里的一天，同样也是沐浴阳光的一天。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，往往是免费的，比如阳光、空气、陪伴和爱心。耐心陪伴孩子长大。生活不在别处，放下即是全部。生活虽然普普通通，也要乐在其中。田间地头走一走，又收获一把时令蔬菜四季豆。那天太热，实属不想做饭。今天咱们都随便应付应付吧。